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月20日新局，约书亚记5章1到12节。今天的祷告金句在12节。约书亚记5章12节，那天玛纳停止降下，以色列人民不再吃玛纳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以前不是都这样的吗？今天怎么不一样呢？什么？从现在开始，过去有的，如今不再有了。我们曾经听人呼喊这句话，是感叹还是惊叹呢？我最常听到的就是那刚结婚的新妇，怎么不太一样了？我今天醒来，我就成为人家的心腹，我不能睡到很晚，因为我的公公婆婆就住在楼下，局面都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这群以色列人民，他们要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们要向过去说再见，因为新的局面就要开始了。我们记得吗？在昨天他们还才经历着那个神迹奇事，而别人怎么看呢？果然在约旦河西岸亚摩利诸王和地中海沿岸的迦南诸王听说上主使约旦河干涸，让以色列人民走过去，就都心惊胆战，吓得魂不附体。在基甲的地方，上主吩咐约书亚说，你要用火石磨成刀，重新替以色列人行割礼。于是约书亚呢，就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命令为他们行割礼。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但是他们在旷野流荡的那40年间所生的男孩都没有受割礼。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当旷野的时候，各方面条件是不允许的。但40年之后，当初离开埃及时能作战的壮丁都死了，因为他们背叛上主。上主曾经发誓不准他们看见他向他们祖先所许诺要赐给他们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而这些人的子孙呢，他们真的是已经到了这迦南美地，但他们却是从来没有受过割礼。于是约书亚听命于神，就替这新一代的行割礼。行割礼之后，全体人民都留在营里，等伤口痊愈。上主对约书亚说，今天我除掉了你们在埃及做奴隶的耻辱，因此到今天那地方还叫做基甲。以色列人民在基甲扎营，那1个月的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第2天，他们第一次吃到迦南地的土产，有烤的麦穗和无酵饼。那天玛拿停止降下，以色列人民不再吃玛拿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新的局面果然跟过去都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想象一下，以色列人民他们到了新的局面，他们要做的几件事在今天都一起经历新的，因为他们要受割礼，这是他们可能过去40年都没有看过的。而从今天开始，神要重新跟他们立约，立新的约，而要开始过新的生活。在过去，在埃及那里，所有的污秽、肮脏、羞辱都要从他们的生命中离开，一个全新的开始。要经历，那就是一过，全都变成新的。或许我们会心里很觉得
这是位上主的想法真的很怪耶。我们都已经来到迦南地，而迦南地的人，他们虎视眈眈着我们。虽然他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他们真的是吓破胆了。可是万一我们在行割礼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男丁他们是都正在很疼痛的时候，主啊，你怎么不在约旦河那一边的时候就让我们行割礼？而今天正好已经过了，在危险的时候要真正的开始，才要行割礼。哇，这是怎么回事啊？约书亚没有那么多的疑问，他是听命于主，他就做了，因为他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如果今天上帝给你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职分、新的局面，神要你做的事情让你很难以想象，因为不合逻辑啊。但我们相信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你愿意顺服去做吗？约书亚愿意，于是他就跟着人民做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向过去说再见。他们跟神立了新约，也过了那个逾越节。他们守了逾越节，也是一个记号，一个神再次跟他们立约，他们是被拯救的，要纪念基督在他们身上，耶和华是拯救。逾越节是预表基督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流出宝血。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以致他们被救赎。而那羊羔的血只是个预表，预表着将来弥赛亚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今天呢？今天我们已经在2022年1月20日，我们更是知道，我们因着靠着主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环境，我们要纪念神为我死，以致我可以有新的局面。而新的局面，当然我们会有新的挑战。以色列人他们新的挑战就是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可是他们已经没有那从天上掉下来的玛纳，停止了。他们要开始有新的工作，新的任务。或许我们有新的局面，不必先等到结婚换了新的角色，我们不必搬新家或换新工作，而每一天的黎明的开始都是全新的开始，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局面，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勇敢的迎接新的挑战呢？英英牧师曾经在我生命很长的时间，有4/5的时间我都不敢一个人睡觉。但是当我受派在迦南教会，我必须住在牧师馆的时候，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还从台中来跟我住了1年多。大家就知道，其实一个新的局面要适应，真的马上不是那么容易。我一到迦南教会，我马上郑正仁牧师就说，你1个礼拜内你要学会骑摩托车，不然你很难当传道，因为你便没有脚，在桃园是需要。在半年内我要学会开车，新的局面，新的能力。感谢神，神就是这么美好。今天我已经会骑摩托车，大家知道咯，我那是4轮传动的，我也会开车，我也敢一个人住在牧师馆。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神也要赐给你力量。或许在新的局面里，我们还是会遇到我们很难以忍受的，让我们很难适应的，但神会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面对新的局面，我们来想一想，新的一天，我们准备好让上帝全程来参与了吗？即便有让我们想象不到的境况，
困难度不过的。但这位神跟我们立的新约，他与我们同在，他陪伴我们，即便我们走不过去了，他仍然替我们说话，他替我们走下去，因为他抱起我们，在新的局里面他给我们新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每一天，因为主你是创新的神，你也给我们新的盼望跟新的力量。谢谢你应允与我们同在，你一起参与我们每一个心。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全新的自己，靠着神，家庭给我们力量，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哦。我们下次见。